詩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逢星期五晚嘅樹窿78號，當然有我哋詩歌推介榜嘅環節啦。除咗個 Clement 之外，當然有我嘅拍檔，就係 CMDA 基督教音樂發展聯盟主席 Anthony 嘅。嘿，大家好啊！喂，咁啊，自從有我哋呢個詩歌推介榜之後呢，我哋嘅排名都幾同 Canton Hymn 呢個基督教音樂嘅搜尋平台呢好有關係噶嘛。咁所以呢，我發覺呢有啲團隊呢，佢出新歌嘅時候呢，都會喺嗰條 YouTube 片啊下邊呢有我哋條 link 嘅喎。係啊，都係第一次啊見啊。咁可能佢哋都睇中咗Canton Hymn 有一個好特別嘅功能，就係啲 chord 咧，即係啲和弦啊。就俾吉他彈嗰啲咧可以轉 key，咁可能佢哋以往擺落去嗰個YouTube 嗰條片下面啲文字有埋 chord 咧，咁啊可能啲位又唔係好對啦，跟住又唔可以轉啦，咁我哋索性咧就將啲歌詞同埋 chord 都拎走咗，就淨係擺Canton Hymn 可轉 key 嘅和弦，咁就擺 Canton Hymn link，所以就引導好多人咧就去咗 Canton Hymn 網站去揾歌詞，亦都幫到排名啦，幫到上榜啦。係啊，幫助好大。係，其實都係好事，因為可能大家譬如睇 YouTube 好中意嗰首歌，咁又或者想用翻啊，想彈啊，想揾歌詞啊，咁其實用翻 Canton Hymn 嘅平台咧，就容易啲搜尋啦，即係唔使又揾 YouTube 又要睇裏邊啲字咁樣。我諗係對教會特別有幫助咯，因為要用嘅話就始終淨係睇 YouTube 裏面嘅歌詞同和弦去就咁去彈咧就好難，用Canton Hymn 網站咧就好多教會都好方便啦。好，睇睇今個星期嘅詩歌推介榜先。第5位，新上榜鹹蛋音樂事工轉回，作曲填詞 Glory 張，主唱 Glory 張、Don Young、Samples Lam、Joanna Chan、Benson at Photic。都係好似上次咁樣，係佢哋一首聯成嘅作品啦。咁啊，Glory 去寫呢首歌嘅時候呢，就佢話係用何西阿書11章啦，咁啊嚟做個主題，就係耶和華對住以色列人嘅愛嚟做主題。無論啲人呢點樣去三番四次離棄神呢，神嘅愛都總係不離不棄嘅。只要呢回轉歸向神，跟隨神，我哋俾神更新嘅時候呢，就可以放低嗰啲難以抹去嘅事。咁佢嗰份愛呢係無條件永不止息嘅。我最觸動咧佢一句歌詞就係話：我願這一生被耶和華你翻轉，再一次更新，唔再兜轉，決定要忠心跟你。咁係即係一個好有意思嘅一首歌。在我年幼時經已愛我，是我為孩子召我出埃及地，是我漸行漸遠向世界屈膝不聽規勸，但你仍在這裡，你仍在這裡。在我年幼時經已愛我，是我為孩子召我出埃及地，是我漸行漸遠向世界屈膝不聽規勸，但你仍在這裡，你仍在這裡。我怎麼走，展開雙臂，眷顧看守，你愛測不透，醫好我傷口，唯有你，你是我拯救，你是我主，是耶和華我的神，渴望更深的與我拉近。你是聖者，住在我們中間，我願這生被耶和華你翻轉，在一次更新，不再兜轉，決定要忠心跟你。第4位，都係新上榜歌曲，近排都好多產下。HKACM 千回，作曲主唱 Queen Lam， 填詞 Queen Lam。Alice to You at Sunset Worship。呢首歌同啱啱頭先第5位嗰首呢個歌詞個歌名好似喎，都係個回字。係啦，咁啊係佢哋第2輪有故事的歌嘅第3首歌。講翻首歌啦，千回呢個歌名，其實我都識一啲人呢，可能呢
活喺一啲嘅內疚啊，一啲嘅後悔啊，咁咧成日咧就折返望翻轉頭一啲做咗錯嘅決定啊，如果唔冇做嗰個決定就好啦，或者如果點點點就好啦，咁啊成日 loop 住咧活喺過去走唔出嚟。咁有啲人會用好多嘅方法，可能心理啊正向咁樣，但係呢首歌嘅作者咧就即係相信咧係詩歌裏面講啊，釘穿兩手嘅耶穌為佢抹去眼淚，相信主會帶佢咧去到嗰個自由嘅出口咧，唔使再 loop 落去啦。咁啊同頭先第5位嗰首歌係互相呼應。就讓我在角落裏悔罪，記住昨天，讓我怎跌入漩渦中，任性的快樂盤旋，然後再崩潰。如果這世間會倒退，讓我修正每種錯緊對，內疚跟痛苦中寄居，悔恨已不可倒退，我這刻在進緊退失據，每次兜轉糾結着錯對，難正視我的過去。就讓我在悔罪裏自由，抱住昨天，讓我可跳入洪荒中，暴躁的肆虐洪流，埋沒了感受。慣了壓抑到不再說出口，有半點刺痛都要出走，最後我竟棄手，隨着引誘離譜得偏了漫天理由，沒記起頂穿的雙手怎戰鬥。都係新上播歌曲《同心圓》，求你榮耀吸引我，作曲填詞張華，編曲 TWS。咁啊，作者阿木啊嘛，係即係佢話嚟自呢個出埃及記29章42、43嘅經文啦。佢話即係神話啦，我要在那裏與你們相遇，和你們說話，我要在那裏與以色列人相遇，會幕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作者覺得生活太多工作壓力，甚至侍奉咧拉扯我哋，令我哋分心。所以佢寫呢首歌咧，希望可以渴求咧神嘅榮耀咧吸引佢，用神嘅光啊良善咧幫助佢回轉歸向，係連生命軟弱破碎嘅地方都可以成為神同在嘅地方。願呢首歌成為我哋一個禱求，幫助我哋咧去持守一個單純嘅心去回應神嘅榮耀同呼召啊！曲風同以往同心圓嘅歌咧都有少少唔同喎。係啊，佢哋係一個好似一個 worship circle 咁樣圍埋一齊，咁啊係好自由同埋一個好自然嘅敬拜。你的亮線如陽光溫暖我的心，抹去苦痛，驅走黑暗。當我放下，降服於你的恩光中，憐憫心愛，軟弱的我。你的亮線如陽光溫暖我的心，抹去苦痛，驅走黑暗。當我放下，降服於你的恩光中，憐憫心愛，軟弱的我。
都係好熟悉嘅名字啊。Red Sea Music 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作曲編曲 Matthew Lee， 填詞三吉，上咗榜好幾個星期啦。今個星期咧回落翻一位，去到第2位。係啊，咁啊呢首歌都成為好多人嘅鼓勵啊。咁亦都有人問喂，即係歌詞裏面話試煉盡都掩蓋，仲有咩意思呢？咁係咪基督徒就冇試煉呢？咁 Red Sea Music 佢哋都話，即係世上有苦難，亦都有試煉。喺紅海故事裏面，即係乜嘢俾水掩蓋呢？係埃及追趕嘅大軍啦，係以色列人睇唔到出路，仍然遇到嘅困難危難。呢啲嘢其實就係全部都係試煉嚟嘅。當以色列人呢用信心仰望踏進紅海呢，即係神唔單止係將紅海開咗乾嘅路，同埋呢用曾經係絕路嘅海水掩蓋所有追兵，所以呢就係有試煉，所以先至有掩蓋，跟住呢讓人可以有出路。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第1位，首次登上我哋第1位啊！原始和聲隱密之處，作曲填詞李俊廷，首次登上我哋詩歌榜嘅第1位。係啊，都係作者係大 B 啦，佢好有意境咁樣去講呢，就係我哋去呼求被引到去神嘅隱密處，去到佢嘅殿嘅裏面，單單去注視佢。喺詩篇呢42篇7節咧，深淵同深淵響應，佢就係邀請呢主去到進入到敬拜者嘅心嘅深處嘅裏面，因住呢個呼喊而有一個響應。記得大 B 咧用個聖經裏面咧死亡嚟表達愛情嘅剛強，今次亦都有一個共鳴咧，就係用聖靈嗰個深入嘅交流咧，比喻如同呢個深淵，咁係都係一個好激烈而親密嘅關係啦。好，我哋就聽下今個星期冠軍歌原始和聲嘅隱密之處。誰道兵興起攻擊，到處逃生，我要尋着安穩，尋求你的指引。還是四面受敵遭逼，不似被困住，靈魂懷着盼望，尋求我心向往，一生一世處在你